台中一個51歲小姐人啊，佇個 IG 打水水的相片，騙講伊是台灣甲日本透男，是台大醫學系學生。結果有一個科技業的男子釣釣，互騙走34萬。相片翕個水當當，佮心愛寵物翕相，美景美食，生活是多彩多姿。介紹家己是台日半歲 ，IG 有43000個買眾追蹤，這看起來完美的設定，即馬互檢方查出，攏是假象。台中一個羅姓查某人涉嫌偽造假身份，詐騙交往的對象互起訴。起訴書指出，羅姓查某人113年2月透過交友軟體，識識一個45歲科技業的查某人，雙方進一步交往。這個期間，查某人自稱31歲，台日半歲，是台大醫學系學生，當咧中國醫藥大學實習。老爸是出名企業的股東，老母是日本的婦產科醫生，甚至佫騙講家己有身。不過檢方查出，這一切攏是假的。51歲羅姓查某人佇咧網絡經營白富水的形象，私底下說涉嫌一個人做兩個角色，假造老爸名義寄電子批予查甫，用摕囡仔營養品、機票、旅遊等理由，甲查甫討錢摕超過34萬。查甫是愈想愈無對當，上網找羅姓查某人的超音波相片，才發現相片攏是為小紅冊來的，知影哄騙就隨報警察提告。現在人保養都做得蠻好，這個就是自己要多觀察細節，大家要多想一下了。不要太容易陷進去。人講愛到較慘死，查甫相信羅姓查某人用心打造的完美人物，毋若付出真心，佫損失超過34萬。檢警去年9月敲找羅姓查某人住的所在，嘛查扣假的台大學生證、日本駕照，佫有婦產科的診斷證明等文件。專案用詐欺、恐嚇、偽造文書等罪提起公訴。若犯行敢有成立，該等法院後續審理來認定。